阿旺、郭晉安三屆視帝，全香港師奶嘅童年回憶。佢仲成日笑住同人講自己有個毛病，永遠唔知啲錢使咗去邊。各位，呢句說話你信幾多成？因為今集姜姜要同你拆嘅就係呢個成日話自己唔識計數，唔知啲錢去邊嘅男人，點樣喺離婚之前用一連串好冷靜、好精準嘅動作，將一盤後來值5億嘅身家計到佢結婚18年嘅前妻，最後幾乎1蚊都分唔到。各位食花生嘅朋友，歡迎翻嚟不如問姜探，我係姜姜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唔止講八卦，仲會拆埋背後條數點計嘅內容，記得先撳個訂閱，開埋個鐘仔，等姜姜慢慢同你拆。今集我哋唔靜，係講一單離婚。我哋要拆嘅係一盤計到分毫不差、合法合規、滴水不漏，但係前妻幾乎1蚊都分唔到嘅完美佈局。呢單嘢當年一爆出嚟，全網即刻分晒兩派，一派鬧到佢狗血淋頭，話佢算到盡，連一個仙都唔捨得分。但係另一派就幫佢講說話，話呢間本來就係佢自己嘅家族生意，肥水不流別人田，保障屋企人有咩問題？到底郭晉安係一個深藏不露嘅商業奇才，定係一個為咗保住身家算到盡嘅男人？聽完今集你自己判斷。講呢盤局之前，要先講一個好諷刺嘅背景。郭晉安以前接受訪問講過一句好老實嘅說話，佢話我有一個毛病，就係永遠唔知啲錢使咗去邊。由初出道月薪6000蚊，到後來年薪幾十萬，佢都話自己係儲唔到錢嗰種人。所以長期以嚟，公眾對佢嘅印象係一個老實、忠厚、唔識計數嘅好好先生。佢喺昂夫成龍入面做嗰個阿旺，憨厚、純良、人畜無害，深入民心到一個點，連觀眾都信咗。郭晉安本人大概都係咁。但係各位，姜姜想你記住一件事，熒幕上面嗰個阿旺同現實入面嗰個郭晉安係兩個人。一個成日掛喺口邊話自己唔知啲錢去咗邊嘅男人，到咗今日，外界估計佢嘅身家高達5億。呢個5億係點計出嚟？主要係兩浸，一浸係佢做咗成30幾年 TVB 當家小生，3屆視帝，加上拍廣告做代言，搵落唔少。另一浸係佢名下橫跨港九新界，市值近億嘅一籃子物業，但係真正令個數字由近億彈上5億嗰下，係佢同家姐嗰盤保健品生意草基集團上市。但係要講清楚草基點解值咁多，就要先翻去1999年。而呢盤生意之所以行到今日，其實背後有2條線。第一 part 係佢背後嗰個人，佢8家姐郭智恩。千祈唔好以為呢個家姐淨係一個普通師奶，佢個底超乎你想象。佢1990年喺加拿大 UBC， 即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攞咗護理學學士，翻到香港做註冊護士。之後仲入過強生呢間國際大藥廠，做到專業副經理。到咗近年，佢仲喺中大讀埋一個 EMBA， 即係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。一個有護理專業、有大藥廠經驗、有商管學歷嘅女人，佢做保健品係真係識行識路，唔係靠個細佬個名撐起嚟咁簡單。草基上市之前，呢間公司嘅股權結構簡單到得2個人，家姐郭智恩揸90%，姐夫李日勝揸1%。換句話講，成盤生意緊緊揸喺家姐2公婆手上。第二 part 係郭晉安本人，佢真係識得喺啱嘅時間做出最關鍵，亦都係最狠嗰一個動作。但係呢個動作有幾狠，你而家未感受到，因為你要先知道佢手上放走嘅到底係一盤幾值錢嘅生意。所以我哋由頭講起，草基呢盤生意當年係點樣由零做到上市。郭晉安屋企9兄弟姊妹，佢排最細係兒仔，而佢呢個故事最重要嘅配角係佢8家姐郭智恩。呢2子弟係喺基層長大噶。郭晉安自己出世嗰陣，屋企住喺水艇上面，3歲先上岸，搬入銅鑼灣電氣道附近嘅唐樓，一家10幾口，逼喺細個單位，窮係佢哋嘅童年底色。正正係呢段一齊喺底層捱大、同甘共苦嘅童年，令呢2子弟嘅感情深到外人好難想象。
記住呢一點，因為呢份子弟情就係之後成盤局嘅地基。1999年，家姐郭智恩因為自己個女有哮喘，朋友介紹試客用蟲草粉調理，佢覺得有效，就受到商機，創辦咗草基，主打靈芝孢子呢類保健品。開頭創業缺錢缺宣傳，家姐第一個諗到嘅人就係當時喺 TVB 當打嘅細佬郭晉安。郭晉安二話不說入股做大股東，仲親自做品牌代言人，幫家姐企台。呢盤有一個哮喘女兒衍生出嚟嘅家庭小生意，邊個估到會一路做大？去到2024年12月正式喺香港主板上市，而且仲唔係普通上市，草基掛牌，成為當年新股超購王，公開發售，超額認購足足6000倍，係香港歷史上排第2嘅紀錄，僅次於當年嘅無記葵涌。上市首日股價即刻高開25%。上市嗰日，兩姊弟企喺台上，手按上市鑼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但係各位，真正嘅戲肉唔係佢哋台上幾風光，而係當全香港都望住呢對姊弟敲鑼上市，風風光光嗰陣，幾乎冇人為意啊！喺呢份風光嘅背後，郭晉安早喺2年前已經靜靜雞做好咗一個動作，一個令佢前妻眼白白睇住佢上市發達，自己就乜都分唔到嘅動作。而家我哋將時間撥翻去2022年3月23日，記住呢個日期，呢一日係成盤局嘅核心。當日草基仲未上市，郭晉安做咗2件事。第一，佢用30萬港紙將子公司草基國際相當於30%嘅股份賣咗俾家姐郭智恩。第二，同一日佢再用15萬港紙將另一間子公司 Gyno International 30%嘅股份一樣過晒俾家姐，兩條數加埋30萬加15萬，啱啱好45萬。就係用呢45萬，喺一日之內，郭晉安將佢手上草基2間子公司嘅股份1蚊不留咁全數過戶晒俾家姐。轉完之後，佢喺草基嘅持股變成0。各位，重點唔係佢轉走，而係佢幾時轉走？當時草基仲未上市，所以啲股份唔值錢，可以用呢個超低嘅價錢做內部轉讓，完全合法，冇得拗。等到2024年底一上市，超購6000倍，同一批當年45萬轉走嘅股份，價值瞬間翻到以億計。但係嗰陣已經同郭晉安冇關係啦，因為佢早喺2年前用45萬清得一乾二淨。而呢個2022年3月又係咩時候呢？唔早唔遲，正正就係佢同前妻歐倩怡啱啱開始分居，醞釀緊離婚嘅嗰個初期。一個人啱啱同老婆分居，就即刻將最值錢嘅股份用超低價清晒俾家姐。你話呢個時間點係巧合，定係一早計算好？你以為轉走股份就玩完？唔係咁簡單。真正嘅高手係連後路都截埋。我哋睇埋郭晉安名下嘅物業，佢喺高峰期持有總值接近9000萬港元嘅物業，西貢嘅獨立屋、太古城嘅單位，仲有旺角、紅磡、荃灣嘅工商廈。但係呢啲結咗婚之後買落嘅磚頭有一個共通點，全部都只係寫郭晉安一個人嘅名。唔好講前妻歐倩怡，連佢一對仔女個名都冇出現過喺任何一張樓契上面。你綜合埋一齊睇，成盤棋就好清楚。最有爆發力嘅潛力股草基股份，趁分居初期用45萬清晒俾家姐。最實在嘅資產，高峰期接近9000萬嘅一籃子磚頭，由頭到尾全部寫自己一個人個名，連一對仔女都冇份。結果去到2024年12月，草基上市，家姐郭智恩順理成章變成持股90%嘅大股東兼 CEO， 賬面身家一炮衝上天。而郭晉安呢，佢掛住一個非執行董事嘅名，年薪64萬，但係股份一股都冇。於是喺法律上，前妻離婚要求分身家嗰陣，可以分到嘅核心資產幾乎係0。
全港傳媒同網民即刻如夢初醒，紛紛問同一條問題：郭晉安係咪借住呢個完美嘅時間差，將一盤即將上市、即將大升值嘅資產喺離婚之前徹底清乾淨，完美避開分身家？面對全城質疑，郭晉安出嚟見記者，冇長篇大論，只係極度冷靜咁講：呢啲事我同家姐一早溝通好，純粹係商業安排。我因為成日要返內地拍劇，分身乏術，所以將生意交翻俾家姐打理。合法、合規、合情，一套防禦級嘅組合拳，打到前妻幾乎冇聲出。講完條數，我哋講翻呢段感情。曾經被全香港當成模範嘅婚姻，佢哋到底點解會走到今日呢一步？郭晉安同歐倩怡，一個係三屆視帝，一個係當年唱問題天天都多，即係櫻桃小丸子粵語主題曲入屋嘅甜美花旦。郭晉安大歐倩怡足足15歲，佢哋1999年拍旅遊節目認識，拍咗成7年拖。2006年喺迪士尼搞咗場童話式婚禮，郭晉安當日仲對住鏡頭講：我會養佢一世。婚後生咗一仔一女，啱啱好湊成一個好字。嗰陣佢哋係全香港公認嘅模範夫妻。曾經歐倩怡喺一個叫絲打圍爐嘅 YouTube 節目親自憶述翻，2019年12月佢病緊一場重感冒，病情反反复复，睇咗3次醫生都未好，直到有一晚瞓到半夜，佢成個人突然透唔到氣，胸口好似俾人撳住咁，連聲都出唔到。佢用盡最後啲力撳醒瞓喺隔籬嘅郭晉安，撳到佢醒，先逼出一句：我唞唔到氣啊！你估郭晉安第一個反應係咩？佢話咪玩啦，瞓覺。過咗一陣，佢終於發覺老婆唔係講玩，先肯起身，攞起手機上網 Google， 係咪應該叫白車？佢 Google 完一輪，最後諗到嘅救命方法係去廚房攞舊片糖，沖杯熱糖水俾個唞唔到氣嘅老婆飲，仲怕佢嘔，喺床邊遞咗個痰罐過去。連主持蝦頭聽到都忍唔住串翻句：佢冇攞啲香爐灰俾你沖水飲，已經算好啦。結果歐倩怡勉強飲咗幾啖，個身已經失控，跟住就慢慢冇晒知覺。佢話臨暈低之前嗰一刻，佢心入面諗嘅係：我今次應該唔得啦。呢一暈就暈足成晚。到第二日朝早，佢再擘開眼，身邊已經冇人，得翻佢自己。佢話醒嗰下個頭仲卡喺嗰個痰罐度。到佢終於肯去醫院照 X 光，先知道件事一啲都唔簡單。肺炎、肺積水，醫生仲驗出佢有尿道炎、腸炎，成個身都係毛病。前後食咗成半年藥，先至慢慢調理翻好。佢話就喺呢一晚，差啲翻唔到轉頭，徹底打醒咗佢。原來喺自己最危急，覺得自己快死嗰一刻，瞓喺隔籬嗰個枕邊人係靠唔住噶。而呢一個夜晚，亦都成為咗佢哋呢段18年婚姻其中一條好關鍵嘅導火線。而郭晉安點回應呢個指控？佢只係輕描淡寫，拋低一句：唔係真嘅嘢，我唔想再講。唯一可以講嘅係，我屋企間房唔會有痰罐，因為係套房。一邊話自己爭啲死喺個痰罐上面，另一邊話屋企根本冇呢樣嘢。呢單嘢到今日都係各執一詞。不過講翻句公道話，歐倩怡之後自己都澄清過，嗰個其實唔係痰罐。但無論個容器係咩，有一樣嘢冇變。嗰一晚，一個女人覺得自己就快死，而枕邊人嘅第一反應係叫佢瞓覺。你開始明白呢個男人喺感情上係點，咁喺金錢上呢？我哋翻去頭先嗰盤數，好多人會問：咁樣轉走資產喺香港犯唔犯法？呢度就係最關鍵嘅地方。首先要拆穿一個好多人嘅誤解，好多人以為喺香港層樓寫邊個名就係邊個，老婆冇名就分唔到。錯，喺香港離婚法律其實好惠及弱勢一方，唔理你啲資產係邊個名，唔理係婚前定婚後買，法庭原則上會將夫妻所有嘅錢、樓、股票通通當做家庭資產嚟睇，再按公平原則去分。即係話，就算層樓證係寫郭晉安一個名，歐倩怡照計係有得分。咁點解佢實際上又好似分唔到草基嗰嚿大茶飯？呢度先見到郭晉安真正嘅高明，因為香港法律有一個位，分居之後先累積，
靠單方面努力得返嚟嘅財富，通常唔會當做婚姻財產。你而家明未點解佢要趕喺2022年分居初期就轉走股份？因為嗰陣草基仲未上市，股份仲係白菜價，佢用45萬清走，賬面上根本睇唔出值幾多錢。等到2年後上市暴升嗰嚿巨大增值，已經發生喺分居之後，法律上就好大機會唔再算係可以同勾線而分嘅婚姻財產。佢唔係靠層樓冇寫老婆名去封死條路，佢係靠一個精準到極點嘅時間差，將最會升值嗰嚿嘢喺佢仲未值錢又仲未正式離婚之前提早搬走。我哋拎個對照俾你睇，你就知咩叫兩個世界。同樣係喺離婚前轉走資產，喺內地係踩地雷，內地法律寫到明，一結婚，婚後賺到嘅嘢就自動當咗係夫妻共同財產。你夠膽喺離婚前隱藏、轉移或者賤價賣走，一經查實，法院直接判你小婚甚至不婚，明文重罰，冇情講。所以內地網民見親呢類嘢，一句講晒，轉移財產，等住淨身出戶啦。但係喺香港，同一招就有得轉彎。香港冇呢條咁狠嘅明文重罪，主要係靠法官按公平原則去酌情分，咁就出現咗一個空間。只要你個動作做得夠早、夠合規，賬面上又真係收過錢，就算只係45萬，要喺法庭證明你係惡意轉移，難過登天。呢個就係兩地最現實嘅分別。郭晉安呢盤局，如果擺喺內地，隨時翻船，但係擺喺香港，佢企得住。咁呢盤局打完，勾善儀剩翻啲咩？離婚之後，佢被傳媒影到為生活奔波，有報道話佢要賣車慳錢，佢自己亦坦白認過等錢使。佢話自己做咗近20年全職媽媽，冇收入，冇儲到第一桶金，連第一次租樓都要問家人朋友點搞。一個本來人人以為係少奶奶嘅視帝太太，落得要40幾歲重新出嚟揾工。佢當年中學會考得個5分。5分係咩概念？喺香港呢個分數，即係連大學門口都摸唔到。但係佢冇就咁認命，淡出娛樂圈嗰啲年，佢一邊湊仔，一邊由最基礎嘅課程文憑慢慢讀起，先讀完一個市場及管理學學士，之後再揀咗自己最有興趣嘅營養學，捱到攞埋一個食物及營養學榮譽學士，仲要係1級榮譽畢業。到呢幾年，佢仲喺度進修緊運動營養學碩士。一個會考5分嘅人，1級榮譽大學畢業，你話誇唔誇張？但係各位，世界就係咁現實。佢攞住張1級榮譽嘅畢業證書，開開心心喺網上 share， 換嚟嘅竟然係一班網民嘅冷言冷語。會考得5分，點入到大學？係咪用錢買學位啊？佢冇嬲，反而好高 EQ 咁回一句：多謝大家留意我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心機去讀。而呢一次，連一向唔多出聲嘅郭晉安都罕有咁開腔幫老婆講說話，撐佢係靠真材實料讀翻嚟，唔係靠錢買。你睇呢個男人喺金錢上面對佢幾涼薄，但係喺呢件事上面又會跳出嚟維護佢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從來都唔係非黑即白，呢個可能先係成件事最真實、最唏噓嘅地方。但係各位，女人最好嘅復仇，從來都係活得比你好。歐善儀而家做緊營養師，做健康節目嘉賓主持，一步一步重新企翻起身。佢身邊亦出現咗一個新伴侶，佢冇講對方幾有錢，反而強調對方係圈外人，係一個玩得埋、傾得到、識遷就嘅人。佢話而家追求嘅係精神上嘅契合，唔再係物質。你睇呢個就係最大嘅反差。一個用45萬計到5億身家，滴水不漏；一個會考得5分，用10年讀到碩士，離婚後由零開始，重新揾到自己嘅人生。到底邊個先係贏家？成盤局拆到呢度，姜姜想講翻我自己嘅睇法。郭晉安呢個人，我唔話佢犯法，因為佢真係冇犯法。佢由一個艇上嘅窮小子，捱到3屆視帝，5億身家，每一步都計得清清楚楚。從來唔係衝動嗰種人。喺商業嘅角度，佢嘅佈局堪稱教科書，但係計算有一個死穴，你計到嘅
只係條數，你計唔到嘅係人心。佢計到點樣將5億使到自己名下，一股都冇。但係佢計唔到，當佢冷冰冰講出佢嘅嘢，你問翻佢嗰一刻，全香港人點睇佢？佢守得住財富，但係佢守唔守得住人哋提起佢個名嗰陣，心入面剩低嗰份溫度。而呢一集姜姜最想你帶走嘅，其實唔係郭晉安有幾精，係另一樣嘢，婚前協議究竟有幾重要？好多人一聽到婚前協議即刻反感，咁唔信任對方，仲結乜婚？但係呢個故事就係話你知，婚前協議唔係唔信任，而係喺你最愛對方嗰陣，兩個人坐低白紙黑字講清楚，萬一有一日我哋唔再愛，個遊戲規則係點？呢份協議係保護你，亦係保護對方。如果歐善儀當年有一份，今日嘅故事可能就唔同。所以最後姜姜想問你，郭晉安，你覺得佢係一個識得保護自己財產嘅精明商人，定係一個對枕邊人無情無義嘅薄情老公？如果你睇到呢度，證明你係真係中意呢類深度娛樂故事，記得撳個訂閱，開埋個鐘仔，因為姜姜手上仲有好多香港名人嘅大龍鳳未拆。我係姜姜，我哋下集再傾，拜拜。